3D 打印、智能廣告牌由科幻電影跳出現實世界。Why are you talking to me, man? 有人話科幻電影係啲編劇嘅想象啫，現實生活冇可能出現。錯啦！星空奇遇記入邊出現過可以複製任何嘢嘅儀器，美國有間公司就真係研究出可以複製小型塑膠物件嘅機器，好似影印機，只不過變成 3D 啊！未來報告入邊，商場廣告牌有人工智能，針對唔同顧客就播唔同廣告。日本地鐵站廣告牌就裝咗鏡頭，分析乘客嘅年齡性別，會播適合佢哋嘅廣告㗎。另外喺戲入邊，湯告魯斯靠住儀器預測罪案發生。原來4年前，美國田納西州嘅警察已經裝咗類似嘅軟件，分析罪案發生嘅時間地點，再部署人手應付，罪案率真係下降咗30%㗎。唔單止戲啊，連科幻小說嘅預言都成真啦。1961年，小說《Return from the Stars》話書籍會成為歷史。自從 iPad 面世之後，電子書越嚟越受歡迎，相信好快會成為潮流。仲有邊個敢話科幻片係天馬行空呢？